你的皮卡丘呢？我的朋友呢？好久没有看到他了。啊？在车上吗？怎么能够？我们全部看到他了呢。手在那边呢，聊天呢。他会变脏。来。8月19。是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许多的触爱，像是苹果的冷漠的正常的在让梦让人知道清晨才会停下来，能够在早了起来，一种释怀，满心期待。是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许多的阻碍，像是苹果的冷漠的争吵的在意的默默的直到清晨才会停下来，然后再早了起来，一种释怀，满心期待。So, Halloween.